台上朗朗读书声声声悦耳。南门国小的张淑玲老师手舞足蹈，模仿先人挑扁担的动作，一边说着客家传统习字亭的故事。最早以前是用2个竹篓海等，好，他到处去说数狮子哦，那个文字来到人间，让我们认识，让我们增长智慧。哎，你喊的松饼转于天大，好，送他回去天上。生动的解说传递古老客家信仰，学生们用心写下的一笔一画，能感受先民习字重文的精神。多了解一种文化、一种语言，就是多打开一扇窗哈。借由语言文化去跟别人沟通，对他们的一生的将来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正面的意义。跨越语言疆界，张淑玲不仅打开学生的视野，也让小小心灵变得更开阔。你是客家人，你不是？那你觉得客家话好玩吗？亲切问好，礼数周到，客家话在活泼对谈间从下一代开枝散叶。老师好，就是欣赏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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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欣赏后。